咱的国安局今日公布上届新的抽验报告，包括抖音、小红书等5种台湾人拢真熟悉的中国 App， 拢有收集各自宽限乱用的治安问题，可能会造成民众各自去互中国的国安单位掌握侵犯隐私的问题，也来提醒大家要爱注意中国产品。 烦恼中国籍的 App 抖音会带来治安记录。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母公司要将美国部门卖予美国企业这样群组，因为欧美国家长期关注抖音造成的治安记录。这几年少年人爱用抖音、小红书，对个资是不是遭到中国掌握也真关心。 大数据推给你主页，就是你在讲跟你朋友讨论的东西，感觉是会有资料问题啊，身份资料被窃取问题。当他们有这些资料之后，他们就更容易用相应的内容去影响你自己的想法。我有在用，但是我会尽量去不要用那么多。 咱国安局甲刑事局调查局合作，依照社会发展部发布的检测指标，发布上新体验报告，就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、微信、百度云盘这5种的中国籍 App， 伫收集个资、数据回传甲分享，加压成负特定种违规样态进行检测分析，发现拢严重违反检测指标。 大陆那边在于这些个人资讯的保护方面，那可能比较会被国家的力量去做控制，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些录制的 APP 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安全性的隐患。很明显就是确实也找到证据啊，就后续要怎么处理，那行政会在开会再看怎么处理。建议大家不要用啊，确实是涉及很多东西了，从你那个网络上的监控后门都可以看得出来。 政府部门提醒个人爱细致，唔通轻视个资外流的问题。报告也显示，15项检测指标当中，小红书全部验出违规行为，微博甲抖音有13项违规，微信10项，百度云盘有9项，拢有过度收集个资、宽限滥用等问题。 可能就包括说你平常的一些使用偏好等等，那甚至更改推播的演算法，吸引你去看到一些他们想让你去看到的内容，会有一些国安疑虑的这个地方。 专家认为，治安就是国安，亲像整合成负特定顶悬，使用者的面部资讯可能遭到故意收集变动，参加社群加交流人脉被整合，拢可能被分析出个人思想倾向，互中国国安单位掌握运用。提醒大家爱慎选相关的产品，保护家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